所有人都在瘋狂追捧香港點心債，喺鳥市行情，卻冇人願意承認呢場創歷史性交喺繁榮，正悄悄將香港金融推入前所未遇喺隱性風險漩渦。點解點心債規模年年暴漲，外資瘋狂湧入？我卻話呢個唔係穩健牛市，而係一場致命嘅金融結構換血。點解過去10年穩賺唔賠嘅點心債投資邏輯喺2026年徹底失效？普通投資者稍唔留神就會踩坑食錢。今日呢期影片，我唔講空泛嘅金融水外，唔堆砌幕後數據，我帶你從底層邏輯徹底測透2026年香港點心債喺全局變局。冇完整講清楚城投集體退市喺底層原因、科技巨頭接盤喺真實目的、市場風險喺顛覆性重構、全球資金喺報告邏輯，以及未來2年只爭兜例喺第一波系統性風險壓力實施。睇完呢期影片，你會完全睇明而家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喺真實樣貌，搞掂哪些資產可以配置，哪些陷阱要避開。全程乾貨滿滿，建議直接點收藏，避免後續想回頭溫習揾唔到片。我哋先從最直觀、最震撼嘅市場數據插入，帶大家直擊呢輪點心債超級行情喺真實業度。2026營商飯團派香港點心債市場交給了歷史上最亮眼嘅成績表，擴容速度直接碾壓過去數年所有行情。截至2026年6月30日，展演以來香港點心債喺整體發行規模已經去到9456.5億元，淨融資額達到3520.76億元。整個市場全程維持高速正擴容態狀態，冇任何停頓，較穩價值上。再睇從量數據，目前全市場點心債從量總額已經突破2.4萬億元，同比增幅高達40.27%。單睇增速，大家可能冇乜概念，我同大家對比一下就明呢個行情有幾誇張。淨係2026年6月單月點心債發行量就高達2295.87億元，直接刷新咗今年啟單月發行新高。呢個代表市場啟融資需求、全球資金啟承接能力都喺同步爆發式增長。如果我哋將時間拉長，觀察並能連啟市場趨勢，呢輪行情啟長期性、爆發性會更加清晰。根據香港金融管理局啟傳媒數據，2025年香港點心債發行規模就已經突破1.1萬億元，現物整體債權餘額超過1.6萬億元。即係短短2年時間，整個點心債市場喺規模直接增長咗74%。呢個擴張速度遠遠拋離咗傳統債券市場喺增長節奏，放喺成個亞洲債市都係頂級水準。2026年喺走勢比舊年更加兇猛。根據永權威統計，截至6月22日，今年點心債發行規模已經達到8196.78億元，新較全年統計增長46.84%。僅僅過去3日，即係6月22日。市場累計發行喺點心債數量突破1040隻，合格發行規模9017.73億元，同比直接增長5成。跟住呢個增速持續推演，今年全年點心債規模超越舊年，再度刷新里程先高，已經係毫無懸念啟定局。最關鍵嘅係點心債市場喺整體定位已經喺呢2年實現咗徹底翻身。好多老投資者應該都有印象，過去好長一段時間，點心債只係一個小巧精緻喺小眾離岸市場。規模細，參與者少，流動性一般，僅僅係企業補充性喺融資工具，喺香港競種市場入面只能算係配菜。但而家一切都變咗，如今喺點心債已經成長為最備核心配置價值，全球機構資金必配喺成熟自存市場。我同大家一組對比數據，大家就直觀感受到質改飛躍。2022年到2025年，點心債年均發行規模高達10978億元，呢個數字係2018年到2021年4年平均發行規模改4倍。以前同時，香港承擔咗全球超過70%喺跨境人民幣結算業務，情場最大離岸人民幣債券發行中心佢地位變得越來越穩固，越來越不可替代。而家已經形成統一共識，到2026年年底，香港點心債總發行餘額突破2萬億元係大概率事件。今次規模突破唔只係單純睇數字增長，更會直接帶動香港整體債券市場邁入全新啟發展階段。簡單總結就係，過去啟點心債係競種層啟補品配菜，如今已經徹底蛻變，成為香港離岸競種層絕對啟核心支柱、主力賽道。但我必須提醒所有投資者，整容市場永遠有一個不變啟地產規律，所有表面極度繁榮啟行情，背後一定隱藏住確立啟結構迭代。點心債市場瘋狂擴容，規模搶新高啟同時，曾經撐起整個市場半邊天喺絕對主力，正快速退場，集體消失。呢個亦係整個市場投資邏輯全面重挫。風險徹底重構啟合空開端，熟悉點心債啟老玩家都清楚，過去10年城投平台喺呢個市場啟絕對核心主力，巔峰時期佔據咗超過60%啟市場份額，可以毫不誇張咁講，過去整個點心債市場基本都係靠城投債撐起嚟啟。
點解過去城投點心債咁受歡迎？原因好簡單，穩定性極高，波動極細，背後綁定地方政府神用，有政策兜底、債務指款等保障機制，係妥妥睇準主權低風險資產，亦係銀行、保險、基金呢類保守型長線資金最愛睇配置標的，幾乎係穩賺唔賠嘅存在。但從2025年下半年開始，一切都徹底變咗。隨住境內地方政府隱性債務治理政策持續收緊，刑資審批門檻大幅提高，監管力度持續加強，城投平台喺境內刑資通道被全面收緊，曾經風光無限喺城投點心債、城投微軟債迎來咗全面退潮，集體落幕喺趨勢性轉折。中金公司俾出喺權威實算數據，夠晒直觀，夠晒震撼，直接坐實咗城投退市喺大趨勢。2026年雙反映城投微軟債喺發行量直接暴跌77%，淨增量變成負15億美元，呢個代表市場資金正大規模快速從城投境外債撤離。而城投點心債啟表現同樣慘淡，上半年發行量統化下降39%，淨增量僅僅37億元，同比暴跌89%，基本等同於市場停擺。呢個絕對唔係短期市場波動，係不可逆解長期趨勢逆轉。其實早喺2025年，中國城投企業喺境外債券市場就已經出現明顯啟淨流出狀態，全年淨流出金額達210億元，佔當年城投債到期規模啟6.2%。呢個亦係自2019年以來，城投境外債首次出現年度淨流出，正式宣告城投海外融資喺黃金時代徹底落幕。我哋再睇當前啟存量結構，就更清晰睇到城投啟頹勢。目前城投點心債存量規模已經降至2638億元，無論係絕對規模定市場佔比，都喺持續沙化。所有弱資質海區遠及城投平台，基本已經全面退出離岸人民幣結算市場，徹底失去出海融資改資格。而家海市場上已經見唔到364天期海城投境外新債發等，短期品種供應端已經近乎徹底斷檔。與此同時，城投點心債改票面利率都喺持續下行，從過去6%以上改高收益水平，慢慢壓縮到4%左右。曾經吸引人改高收益優勢徹底消失，風險溢價持續壓縮，整體交易價值大幅降低。好多人都會疑惑，點解過去幾年最穩、最安全、最受資金追捧啟城投海外融資，會喺短短1年多啟時間入面全面退場、快速萎縮？其實底層核心原因只有一嘅，就係境內債務置換政策喺全面落地。直接徹底斷咗城投平台出海融資喺所有動力，央行推出喺隱性債務置換方案，將城投平台過去只嚟喺高息隱性債務統一置換成期限長達20年，年利率僅1.5%左右，喺超低息政府專項債。大家簡單計一筆數就瞬間睇明，境內全新喺債務置換方案融資成本遠遠低過境內點心債、美元債喺融資成本，而且融資期限更長，反壓力更細，政策穩定性更高。企喺城投平台啟角度，既然國內有咁平、咁穩定、咁優質啟資金渠道，根本冇任何必要再花高成本、承擔高風險去海外融資，出海發債啟動力完全消失，退出市場自然成為必然選擇。跟住中金公司啟權威預測，2026年全年城投美元債淨增量大概率會同2025年持平，持續維持低位賠血啟狀態，而城投點心債啟淨增量極大概率直接轉負，迎嚟持續性啟資金淨流出。未來好長一段時間，城投境外債啟市場供給只會越嚟越少，曾經啟市場絕對主力已經徹底淪為邊緣參與者，後續市場佔比仲會持續萎縮，再也無法主導點心債行情。講到呢度，所有人都會好奇一個關鍵問題：城投大規模退場，供給持續斷檔，空出嚟啟萬億級市場缺口，到底係邊個喺度填補？答案非常明確，亦係呢輪點心債行情最核心啟變革。內地頂級科技巨頭轉線入局，完美接棒城投，成為全新市場核心，正式開喺點心債喺科技主導線時代。2026年原廠可以被定義為科技巨頭點心債發債元年，伴隨咗 AI 產業爆發，各行各業瘋狂佈局 AI 基礎事實，國內頂級互聯網龍頭啟資本開支迎來爆發式增長，急需大量長期險地挺盤啟穩定資金，而香港點心債市場就成為咗佢哋最完美啟融資陣地。各大科技廠商今年密集落地大額融資計劃，入局速度、融資規模都超乎市場想象。今年京東計款首度進軍香港點心債市場，一口氣發行100億元規模啟點心債，其中包含5年期75億元、10年期25億元兩個品種，票面利率分別為2.05%同2.75%。呢筆債券最終啟認購倍數高達3.1倍，遠遠超過市場預期，足以見得全球資金對頂級科技巨頭信用啟高度認可。
緊隨京東之後，快手科技同樣首次落地點心債發行，成功發行35億元規模債券，順連萬廠、地挺品搶先融資。而真正轟動整個離岸債市、奠定科技巨頭主導地位嘅係騰訊啟超大額發債計劃。6月17日，騰訊喺香港市場成功發行150億元點心債，其中包含110億元10年期票注，票息2.5%，以及40億元30年期超長期票注，票息3.1%。呢筆發債直接創下2025年以來請準登到雞秒點心債發行紀錄，徹底坐實咗科技巨頭喺市場主導地位。僅僅呢3間互聯網大廠，今年就透過點心債市場為自身 AI 基礎14G 製融資接近300億元，規模極為龐大。如果我哋將時間拉返舊年，會發現科技巨頭入局點心債係一場有規模、有節奏、有戰略嘅長期佈局，並非短期熱度炒作。根據財聯社不完全統計，自2015年以來，百度、阿里、騰訊、京東、美團、快手等所有頭部互聯網巨頭合計發行點心債規模已經達到589.8億元，徹底填補咗城投退市，留下市場空白。而且科技巨頭發債模式同傳統城投有本質區別，互聯網巨頭唔單單筆融資金額巨大，出手闊綽，發行自尊期限亦普遍更長，大多集中喺5年至10年。好似騰訊今次更加係直接發行30年超長期自尊，呢種超長期限融資模式，完美匹配咗 AI 產業發展特性。我同大家講透底層邏輯，點解 AI 巨頭集體瘋狂佈局點心債融資 ？AI 基礎14隻本身就係投資規模大、回報周期極長重資產生意，前期需要持續滴錢搭掂算力，佈局場景亟待技術，短期好難睇到盈利回報。極度依賴地產品，長期限穩定資金嚟匹配周期。相較於股權融資、發債融資，最大優勢就係唔會攤薄原有股東權益，唔使讓到公司股份，唔使攤分經營利潤，係最抵融資方式。除此之外，科技大廠建立資本開支全部以人民幣結算，喺香港發行點心債，資金比重完全匹配支出端，能夠最大程度規避匯率波動，帶嚟財務風險，穩定性極高。更重要係當前點心債融資成本優勢，足以令所有科技巨頭趨之若鶩。2026野倉飯店點心債加權平均發行利率已經減至 1.4%， 相較2025年喺 1.89%， 直接下降0.6個百分點，融資成本持續走低。再加上頭部科技巨頭本身信用資質極佳，市場認可度高，能夠攞到市場最頂極超低利率，進一步壓縮財務成本。從市場層面嚟睇，科技巨頭大規模入局，亦直接優化咗點心債市場發行主體結構。過去市場過度依賴城投主體，結構單一，風險集中。如今新經濟企業接棒，令整個市場產業覆蓋更全面，主體質量更高，長期發展利去更足。但與此同時，一場隱藏風險崇高，亦正悄悄發生。呢個亦係我今日要重點講核心。表面睇，點心債市場規模屢創新高，熱到空前繁榮。但在繁榮底層，市場風險屬性已經完成咗徹底顛覆性重塑。過去10年低風險投資邏輯已經完全失效。過去城投債主導點心債市場，品質係準主權信用市場。所有城投債背後都隱含地方政府信用背書，遇到債務壓力有政策協調、債務置換、財政兜底等多重保障，整體波動極低，風險極細，收益穩定，係妥妥類固收穩健資產，適合所有保守型投資者長期配置。但而家科技巨頭接棒之後，整個市場風險邏輯完全翻盤。科技類點心債徹底脫離咗政府信用兜底，冇任何政策托底，冇財政保障，100%依靠企業自身經營能力、散戰有水平、盈利狀況以及整個 AI 行業景氣周期。企業賺錢，散戰有穩定，資產就安全。企業業績下滑，行業遇冷，散戰有緊張，資產價格就會直接波動，風險完全由市場定價。呢種風險屬性徹底轉換，已經真實體現喺市場定價當中。彭博行業研究瑞肥院目前中資美元債市場入面，頭部科技發行人信用利差處於市場最低區間，表面睇風險好低，安全性好高，但大家一定要搞明呢種低利差、高議價狀態，完全依賴當前 AI 產業高景氣度、高資本投入熱度。未來 AI 板塊利差走勢、資產價格走勢，完全取決於評論超大規模資本開支周期結束之後 ，AI 產業商業化表現能力能唔能夠跟得上？如果後續 AI 落地不及預期，盈利兌現緩慢，行業競爭加劇，而家低利差就會快速收窄，反向擴張，資產價格會直接受壓下跌。目前產業點心債已經呈現出非常明顯分化格局，即係龍頭低收益，中小高風險。
美團發行啟5年期點心債，行權高值收益率喺2.53%；阿里巴巴發行啟10年期點心債，行權高值收益率喺2.70%。頭部科技巨頭啟自轉收益空間已經非常有限，而新能源、高端製造等盈餘啟有10名企自轉收益率大多高於市場均值，中小科技企業自轉啟風險野啟更加係持續走高。簡單講，而家啟點心債市場已經從過去嗰個低波動、低風險、穩收益啟準主權資產市場，徹底轉變為高波動、高彈性、高不確定性啟新經濟行業市場。風險等級、定價邏輯、投資策略全部推翻重來。從存量結構嚟睇，截至2026年6月末，剩餘啟城投點心債存量主要集中在山東、江蘇、四川等省份，其中區算日主體啟場比高達47.54%。呢啲存量城投債會隨住到期陸續退出市場，進一步加速整個市場啟風險轉乘速度。呢度我要同大家提一個好多人忽視啟隱憂，頭部科技企業而家每年都係千億級啟 AI 資本開支，持續掂錢佈局產業。但 AI 產業啟上市後落地速度遠遠慢過投資速度，短期內好難將龐大啟資本投入轉化為穩定啟營收同利潤。一旦後續行業技術迭代不及預期，市場競爭加劇，監管政策變動，企業啟信用資質三展流狀況，隨時會出現波動，對應啟自轉價格自然會迎來劇烈震盪。發生主體可徹底迭代，唔止重塑咗市場風險，亦徹底改變咗點心債啟投資者結構。過去點心債啟參與者大多係敬賴保守型資金、五地銀行、傳統固收機構，投資邏輯就係穩健保值、穩定收息。但而家除咗市場主題走向國際化、散現化，點心債啟投資群體已經變成咗全球多元化啟專業機構資金。2026年1至4月，點心債市場啟境外發行主體轉比首次突破20%，呢個係歷史性啟里程碑突破。美國、英國、印尼、香港、法國成為最主要啟境外發行地，合計貢獻咗大約15%啟市場份額。我哋可以對比下數據，直觀感受市場啟國發展層有幾快。2020年參與點心債發行啟境外國家同地區只有13個，去到2025年呢個數字直接翻倍，去到25個。全球各大經濟體都開始入局離岸人民幣自轉市場，而且市場質量非常穩健，超過94%啟境外發行主體信用評級都在投資級別以上，整體信用風險可控，更能代表市場深度啟係主權機構啟大規模入局。呢個亦係今年點心債市場最大啟亮點之一。2026年4月，葡萄牙公共債務管理機構透過私募方式成功發行首筆點心債，規模19.9億元，期限8年，票面利率1.765%。呢個亦係歐元區首個發行離岸人民幣自存啟主權國家，標誌住點心債正式獲得歐洲主權信用認可。緊隨其後，法國開發署、預定出口信用公司、芬蘭地方融資公司等多間海外官方開發機構相繼落地點心債發行計劃。主權及類主權主體凱兌戶持續擴容。2025年印尼主權人民幣債成功發行。2026年4月，巴基斯坦亦正式公布咗點心債發行計劃。可以話，點心債已經從御用性離岸產品變咗權後主權機構凱標費資產。境外機構凱參與熱度更加係持續飆升。僅僅今年前個月，境外發行主體啟發行規模就達到1630億元，已經超過2025年全年啟境外發行總量，增速極為恐怖。今年市佔率最高啟10大非傳單金融債發行機構當中，有8間都係外資機構，高盛、美國銀行、巴克萊、荷蘭銀行等頂級歐美大行都喺持續加碼佈局。呢個背後啟核心邏輯係全球資金看待點心債啟19已經徹底改變。過去外資只係將點心債當作簡單啟離岸融資補充工具，單純賺取固定利息收益。而家全球機構已經將人民幣自存視為獨立啟全球化貨幣資產配置品類，納入全球資產組合做長期佈局。呢個亦令點心債啟全球核心配置價值越嚟越凸顯。除咗海外資金大舉入局，境內南向資金啟持續擴容，亦為點心債市場帶嚟咗源源不絕啟中糧活水，成為支撐本輪樓市啟核心政策動力。2026年7月，央行行長潘功勝喺香港固定收益及貨幣峰會上公布咗一項重磅政策升級，直接電染咗整個市場啟中糧空間。官方將自存通、南向通啟年度投資淨額度從原本啟5000億元提升至8000億元，提升幅度高達60%。與此同時，將南向通自存全面納入回購支持範圍，產品範圍拓展至港幣自存、人民幣自存相關產品，甚至乎帶動澳門自存市場發展。呢個已經係央行連續第2年為南向通進行重磅升級。2025年7月，官方就已經將南向通參與機構從原本啟41間銀行擴大到券商、基金、保險、理財等4大類非銀機構，打開咗境內多元資金南下啟通道。
今年再度擴容額度，部分產品新增回購機制，2年政策疊加，直接實現咗制度性啟全方位升級。而乃全輝人士對此啟評價非常精進，呢一系列政策唔係單點利好，而係形成咗制度合力，核心目標非常明確，就係推動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從單純啟資金流通通道升級為全球頂級啟離岸金融生態樞紐。政策紅利帶嚟啟實質中量已經真實落地，更充裕啟南向長線資金，直接提升咗點心債市場啟流動性同定價效率，令市場交易更加活躍，價格更加穩定。華泰證券固收首席溫殺師張繼強明確表示，南向通額度提升，產品範圍擴容，會直接帶動境內資金對離岸人民幣債券啟配置需求。相較於境內債券，點心債回報穩健，波動率更低。喺持續啟政策加持下，未來長期發展趨勢只會越來越好。最明顯啟變化就係保險資金啟大舉南下，保險機構獲准透過南向通參與離岸自建投資之後，目前已經有2間大型內地保險公司開始大額佈局買入點心債。大家要知道，截至2026年1季度末，國內保險資金應用餘額高達39.44萬億元，體量極其龐大。但當前境內固收市場收益率持續走低，今年10年期國債收益率長期維持喺1.7%附近，收益空間極度有限。恒大啟險資需要尋找更穩健、收益更合理啟長線資產。而政策打開啟南向通，啱好給予咗巨家啟出口，能夠為快速擴容啟點心債市場，持續輸入超穩定啟長期配置資金，進一步看實市場底盤。但在所有反湧、升值、增量啟背後，一個極度隱蔽卻早已影響香港金融未來數年走勢啟深層問題正持續惡化，就係香港金融市場啟行業集中度正迎來失控式飆升，整個金融體系遲地綁定單一科技賽道。長期關注港股啟朋友應該都知，過去幾年香港股市啟核心權重已經高度集中喺阿里、騰訊、京東、微團等頭部科技企業，恒生指數啟升跌，市場整體情緒完全取決於科技板塊啟景氣度，其他板塊完全冇話語權，帶唔乜行情。而呢輪點心債啟結構期待，直接令債券市場完成咗同步綁定。而家點心債市場啟新增發行主體，核心交易標啟，資金主要流向同樣係呢一批頭部科技巨頭。呢個就導致而家啟香港證券市場，無論係股市權益市場定係債市固收市場，行情走勢、風險波動、資金邏輯，全部高度綁定影響真能，縮正精得呢單一賽道。呢種極度集中啟結構喺行業上行周期、景氣度高漲啟時候，會帶來超額紅利，加速市場繁榮。所有人都食到行業紅利，但一旦 AI 行業進入下行周期，技術時代預咗3日發不及預期，別人與研發股債相差啟連鎖反應，風險共振啟威力會遠超過去。恒波行業研究亦專門警示過呢個風險。AI 科技板塊當前啟低利差、高估值狀態，無法長期維持。後續所有定價邏輯都處於滾輪超大規模資本開支周期，啟相氧化兌現成果。簡單直白咁講，未來 AI 賺到錢，落地場景變展順利，科技點心債就能維持穩定。一旦變遷不及預期，整個市場啟估值體系、定價邏輯都會直接重構。對於我哋普通投資者嚟講，呢個係最容易被富實啟隱藏陷阱。好多人以為自己做咗資產分散配置，同時炒港股基金、點心債基金、固收理財，表面跨品類、跨市場佈局，實際底層資產高度重合。股票同債券啟核心標啟都係同一批科技企業，完全冇實現真正啟風險分散。而且當前科技龍頭發行啟點心債收益空間已經非常狹窄，風險收益比持續走低。你承掂咗科技行業啟高波動風險、行業周期風險、企業經營風險，最後攞到啟卻係接近無風險利率、啟微薄收益、性價比極低。呢種底層資產同質化、風險高度集中啟問題，正係當前香港證券市場最隱蔽、最致命啟結構收隱患。香港證券市場啟抗風險能力，抵禦周期波動啟能力，正因為股債相似、同步綁定、單一科技賽道被持續削弱、不斷透支。講到呢度，大家應該就完全睇明點解我一下子就話呢輪點心債改超級牛市，表面繁榮無比，實質暗流洶湧。市井股票不斷創下新高啟同時，個例結構性風險亦持續積聚，逐漸疊加。未來2年，整個點心債市場必將迎來第一次真正啟系統性壓力測試。我哋從供需兩端拆解呢場幾陣兜嚟改風險考驗。先睇供氣端，傳統城投債改供氣仲持續縮量。2026年上半年，城投美元債發行暴跌77%，城投點心債發行同排殺榜39%。優質穩賺改準主權資產越嚟越少，稀缺性溢價持續走高，普通投資者好難再攞到低風險高安全改城投標改。與此同時，科技巨頭改點心債發行雖然持續攀升，
但單家企業發債規模過大，行業集中度過高，整體新經濟債券改供喺規模仲未足以完全對沖傳統城投板塊改退出缺口，市場處於青黃不接改過渡期，結構極度脆弱。再睇需求端，南向通持續開融之後，內地保險資金、銀行理財資金、公募基金資金大舉南下，拋冷配置科技類點心債呢筆龐大啟中量資金入局之後，會令境內外市場啟風險連動性大幅增強。一旦未來 AI 行業出現調整，科技企業業績波動，香港債市 A 股、港股啟風險會快速共振，互相傳導，調整幅度會遠超以往。目前已經有國際評級機構提前警示風險，開始要求稅主中心 AI 基建相關啟融資項目必須提供更保守啟財務假設、更穩健啟參選有持訊，嚴格收緊評級標準，提前防範行業過度投資帶嚟啟長債風險。喺資產配置策略上，而賴目前已經形成共識，對於剩餘啟城投點心債，只建議佈局優質區域，地濕尺以上啟主體，濕度小幅下沉區原則優質標啟，完全不建議參與冇境內之村、冇政策兜底、資質偏弱啟邊緣城投主體，避免踩雷。而未來2年市場最大啟考驗自爭兜底，前2年科技巨頭批量化審啟5年期、10年期甚至30年期中長線點心債，自將集中迎嚟到期再迎資週期。如果嗰陣時 AI 行業景氣度下滑，雙壓進度不及預期，或者全球流動性迎嚟收緊週期，科技企業改在認知成本會直接飆升，自轉利差快速擴張，價格大幅波動，整個點心債市場因迎嚟有史以嚟第一次針對新經濟主體改系統性風險測試。總結落嚟就係，而家改香港點心債市場正企喺里程性改十字路口，一邊係規模創新高、國際化突出、政策持續紅利改表面繁榮，一邊係風險重構、行業穩定、結構脆弱、風險積聚改深層隱憂。未來市場啟核心變數，早已唔係規模能唔能夠繼續突破，而係能唔能夠喺大規模風險暴露之前，建立足夠啟風險防禦機制，優化傳壓機構，分散行業集中風險。睇完呢一整套底層邏輯，我相信大家對香港點心債啟未來走勢都有咗全新啟認知。你覺得未來2年點心債市場會順利扛過呢場系統性壓力測試，定係會迎嚟新一輪啟行情調整？普通投資者而家到底可唔可以佈局點心債？歡迎喺留言區留低你啟看法，我哋一齊交流探討。如果你中意呢種唔炒作熱點、唔堆砌數據，只拆解金融底層邏輯、啟深度解釋，一定要點讚、收藏、訂閱頻道，開啟小鈴鐺。我會持續跟進香港離岸金融、債市變局、全球資金流向啟第一手決策，帶你避開投資陷阱，睇明市場真實邏輯。我哋下期影片再見。